對着鏡頭開心比耶，小女童戴上頭套，扮演36天罡的天拜星，模樣超可愛。真人蜈蚣陣上面坐着108位神童，今年年紀最小的只有1歲7個月大，清晨6點就出發繞境，2點就要起床準備了，辛苦是一定會啦。那主要我們是想要就是去祈求平安，想讓保健康啊，好有氣啊呢。小朋友們起得太早，不少人在蜈蚣陣上睡得東倒西歪，爸媽陪同沿途丟糖果、餅乾、小禮物，兩旁圍滿信眾，伸長手去接。台南嘉里金堂店每3年舉辦一次驍龍香科，當中萬眾矚目的真人蜈蚣陣，全長超過201公尺，創下金氏世界紀錄。去遊灣角頭，17角頭24傳承的這個廟宇吼，來做這個巡視啦，吼，就是介主要是講辟邪。那阮迄個夜光燈頂管吼，阮有坐108個神童，哦，主要是36天罡跟72地煞呢。名列南瀛5大香科之一的驍龍香科，歷史可追溯至清朝1720年，是最完整的文王教典，曾經中斷80多年，民國71年恢復，從王傳、王府等許多儀式，廟方都按照古禮來辦，這回更以真人蜈蚣陣來向台南市政府申請無形文化資產，包括整個內底布置，包括整個流程的運作，包括人員的操作，阮香科會盡全力來做這個工作吼，因為畢竟咱已經13科啊吼，今年14科吼所以咱整個活動會使講大家盡全力要來甲推動吼。站在一個文資保存這個立場，那我們是樂於看到廟方主動來提報這樣子無形文資的一個申請。那我們受理之後，後面還有一些屬於無形文資上面真實性的一個保存、維護跟輔導。蜈蚣陣製作涉及木作、彩繪與陣頭訓練等多項技藝，希望透過制度保存與文化推廣，讓這項百年義陣持續傳承，也讓更多人看見台南豐富的廟會文化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